我们也告诉他4个承诺。我们要是要提到对方的话呢，下面会讲到什么情形我们可以提到。我们要向对方提到的，你不是说你不再提了吗？这样就变成是一个立法化掉了哈。所以当某人他继续重复的在犯同样的罪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助他知道并寻求辅导。为什么要提醒？原来是不是他有病了？他需要有人去咨商，需要有人去辅导他，需要吃药还是怎样？所以我们还是要讲起来，假定他重复继续在发生了，这样并不违背第2个承诺，因为你并不是要去对付他，而是为了他好。第2个承诺是说怎样？我不再向他提起病来反对他，用这个来反对他，来对付他。但也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这个就当成是我们要违背、不遵守第2个承诺的这个借口。我们处理每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应该把它当成一个全新的、一个新的、独特的这种机会。这机会什么机会呢？我能够成长，而且能够领受神的恩典的这种机会。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但是对方要是连续、持续、重复在犯罪，其实我们是为了他好，我们还是帮助他，不是因为他重复犯罪。犯罪的后果是不是会因为饶恕而免除的呢？我们饶恕了对方，是不是这个罪就已经免除？其实有很多后果，他必须要承担的。因为我们看这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饶恕呢，并不会使做错事的免于罪的后果。我们看这几个就好了，简单举几个例。以色列人他在旷野的时候，他的悖逆，他悖逆怎样呢？我们曾经看到有很多人是这样，有这种处罚在，有瘟疫产生，很多人死掉，也有蛇来咬死的对方。最后一个是怎样？当届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处罚。他们为何要离开埃及呢？是朝着一个远大的目标，神的祝福去，就是要到神所带领的赐福的这迦南地区，竟然不能进去，这是很大的惩罚呢。然后看摩西，他因为没有照神的指示，神要他命令这个石头里面的你可以流水出来，但是他就生气，就敲打，结果最后他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然后我们看大卫犯奸淫跟谋杀罪之后，神赦免了他，但是他第一个小孩子就死掉了，而且接下去他儿子会叛逆他，儿子也会在众人面前行奸淫。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后果，但是呢，我们要是悔改，其实神有时候是完全就他马上就免除了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个隔绝的这种惩罚。那还有很多后果，他也甚至把我们免掉了。若是没有免掉的部分是怎样？他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再去犯这罪的，是警戒我们。就像我们以前所犯的这些事情，但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以前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原来是像这样，所以我们警戒了自己，不要再去犯。我们圣经里面至少有2个故事告诉我们，约瑟跟他的弟兄，还有大卫跟示买的事情，这记载在这边有经节，你们回去自己看。他们已经和好了，原来会产生的一些后果应该承担，但是神怜悯的恩，只把这个后果降到最低而已，甚至是完全的免掉了。当你愿意原谅对方的时候，但是你没有办法承担他们做错事情带来的后果，或是你想要承担，但是这不是最有智慧或爱心的表现的时候呢，对方还是要承担他的后果。并不是你饶恕他之后，所有的后果都不用承担的。例如怎样发生的车祸，或是他挪用了公款，或是他一再的怎样代夫职守，然后去犯错了，他必须要承担这个成果的，这个后果。我们可以饶恕他，然后我对他的关系并没有阻碍。例如说，我们挪用公款好了。他必须要把这些公款要还掉，但是我在他面前，我不会再去提这件事情。我不要把他想成说他就是一个挪用公款的人，这样的话你就是一直在想的啊。但是我会关心他为什么会挪用呢？原来是他家的经济是有，所以我们常常要关心他的生活情形，把它化解成为是健康的。我不再去提他，或是下次再有什么事情你就是这样，所以你才会怎样？哇，那这不是真正的饶恕。
然后你跟他的关系也不会因为这样而引起。很多像这举起来这简单一个例子来讲说，他必须会碰到这些事情，他要承担这些后果在。但是呢，我们之间的关系，你真正饶恕他，就不应该让这个成为他们的之间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克服？我们还是有时候我们会那么容易的去饶恕人。许下饶恕的这种承诺是很难，要持守更难。但是很可喜的是怎样？因为神应许要帮助我们去饶恕别人，至少他透过圣经，他透过圣灵，他透过怎样属灵伙伴来帮助我们。圣经中有太多的引导我们，有见证，圣灵是给我们力量，跟我们意志力。属灵伙伴呢，常常提供辅导跟鼓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不然至少还有几个步骤呢，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心中的不饶恕。这边至少有6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说，你要确认对方是不是真正的悔改。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因为是对方只是口头讲而已，所以你就没有办法饶恕了对方。我们要饶恕对方，应该饶恕你对一个无法具体悔改跟认罪的人，你当然是很困难去饶恕他。所以我们要帮助对方，他真正知道他的错是在什么地方吗？当他已经完全知道他的认罪是完全之后，你自然就能够饶恕他了。所以我们你要常常去想着，我们饶恕别人只是饶恕他一点点而已，还是饶恕他全部，还是饶恕他只是大部分而已呢？ No， 你饶恕是要完全的饶恕。但是当对方没有办法，连他自己在讲说对不起，对什么不起，他就是讲不出来的话，你当然没有办法真正饶恕他。所以要克服这个，你要让对方确定他是不是真正了解的，是不是真正的悔改。第二个步骤呢，我们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有一些罪的想法，有一些不实际的期待在这里面，包括是怎样？ 包括我们认为说，对方应该为他所做的错的事情啊，要努力到一种程度才配得我们去饶恕他，或者我们希望对方也应该要受到惩罚，或者我们应该得到某种保证，这样子我才愿意去饶恕他。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的，因为神教导我们是怎样？神教导我们是说，约翰一书的第9章。 第1章第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认我们的罪，就这样而已啊，没有条件啊，神就赦免我们。所以神的教导并不是这样。到路加福音第17章第3节到第10节，刚才我大致上已经提过，人讲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 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哇，这太难了！你似乎看起来这个人是故意，但是他7次都回转啊，他7次都悔改啊。神要我们去饶恕他，因为怎样？因为饶恕并不是因为人的悔改，并不是你得到了保证，因为你跟我保证说你要怎样子，所以我就饶恕你。 No， 圣经告诉我们，饶恕是因为对方悔改了，只是他的悔改是不是真的悔改而已。那这点是他必须要去面对神的问题。他假定常常在欺骗你的话呢，神自然会对付他。但是一个人如果表示懊悔，但却去继续做伤害人的话呢，你不能讲你以前不是说过这样？你想针对现在这个行为，你仍然要继续跟他谈这些事情。我们在成功的胜过罪之前呢，通常 不道德的行为模式需要一再的被提醒。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权利要求对方保证将来不再犯，并因此而不饶恕他。啊，你以前公面有说要悔改，这是假的啦，所以你以后讲这个也是假，我不饶恕你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刚才路加福音17章第3节到第4节告诉我们，一天7次得罪你，7次回转，你都要饶恕他。 他不是真诚的话，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不是得到他的保证，你才要饶恕他，因为他悔改，所以你就饶恕了他。这是第3个，有可能我们不愿意饶恕的时候，是因为这样，我们有不正确、不实际的这种期待，还有一些罪的这种态度，我们觉得应该要怎样子。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所以要造成我们无法饶恕。要克服饶恕里面还有第3个是这样，我们评估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其实，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都
都有自己的责任在，自己的罪常常也可能是造成冲突的一部分原因。因为怎样？你缺乏了解，因为你有不适当的话，因为你没有耐心，因为你没有用爱的态度回应，都可能使这冲突恶化。所以我们要是不评估、不审查啊，自省，然后评估自己的责任的时候，常常会流露出自以为意。我们会觉得我们比较高尚，我们比较好，还是怎样，然后自然就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但是我们评估自己啊，在这之前我好像是什么事情，其实我有我的错呢，你就越容易能够饶恕别人。我们用祷告的心来检视自己在这个冲突中间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是自我反省的时候呢，你就越容易去饶恕的对方。这是第三个呢，我们不能要克服我们的不饶恕呢，可以想想自己的责任是什么。第四个呢，你要认定神在掌权的，而且他是美善的，所以万事都是神在掌权。要是事情发生的话是怎样呢？可能是这几个原因吧。告诉我们是不是要我们去荣耀神呢？借这个机会荣耀神，所以我们的冲突带来好机会啊。第二个是不是要使我们成长呢？第三呢，是不是要显露出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我们的软弱跟我们的偶像，借着这个冲突而产生出来呢？是不是我们有某些品格要被怎样？要被雕塑，要被锻炼呢？当我们将对方视为是神手中的器皿，为要帮助我们成熟、容神益人，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去饶恕人。我相信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其实我跟师母之间，偶尔还是会吵到，他不知道我会讲这一段嘛，请他饶恕我哈。那我们中间有时候吵闹的时候呢，我讲到最后的时候，我就说：好，神是派你来锻炼我脾气的天使。这样讲完之后，我就轻松起来了。当你将对方想成是怎样神要使用的器皿的时候，你大概就不会这样子的这样，能够去，你就容易不会在陷在这种罪恶中间。你可以不要想想说，对方是怎样神派来讲训练你的什么脾气也好，耐性也好，还是什么的天使？哎，他是天使哦。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去呢，我相信也可以克服这一部分。第五个呢，你要记得是神的这样，记得神的饶恕。另外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将注意力摆在神，他如何的饶恕人。我们常常将神的饶恕呢看作是理所当然，然而我们自己却不愿意饶恕别人。我这边用绿色写一个马太，因为我们周报上是印成是路加，其实是马太哈。马太福音第18章的35节里面来告诉我们，他这样讲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哇，原来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话呢，神也不饶恕我们。神饶恕我们不是理所当然的嘞，他是爱我们，但是他也希望我们去爱我们的弟兄啊。所以我们常常去认为神饶恕我，别人饶恕我是理所当然，但是我要饶恕别人，这个不行，太难了。然后我们回去看神怎样子对待我们，我们就越能够饶恕别人。我们不饶恕人，神会使我们跟神跟人之间隔离，也就失去原来的祝福了。在诗篇32篇第3节到第4节，我们越认识跟感谢神奇妙的赦罪之恩的时候，我们就越有动机去饶恕别人。在诗篇103篇里面的第8节到第11节，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恨。他让我们的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我们看到神怎样子的要饶恕我们、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越有能力能够去饶恕别人。最后一个呢，我们要崛起神的力量。真正的饶恕必须说依靠神的恩典来，而不是依靠我们。如果我们试图靠自己的力量去饶恕人的时候，我们会陷入漫长而且令人挫折的抗拒中间。但是我们若请求神来改变我们的时候呢，并持续依靠他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饶恕最痛苦的伤害。我们要回想我们是不是没有依靠神？当我们要克服我们的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我们是不是没有依靠神？或者是刚才讲这6点中间，我们是不是有不实际的这种的期待在？
我们是